再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主持5月份的奖歌正任授届典礼，这届是有11个新校长、2个新中将，其中校长雷永琪嘛接任国防部负责治安甲网络的处长，伊嘛是陆军官校女性正期的毕业生哦，头一个将军。亲自为奖歌颁上奖签，并且握手致意。总统赖清德30亲自主持5月份奖歌正式授届典礼。这边总共有11位新的校长，甲2位中将。重点之一包括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，自校长晋升中将，5月初1接任国防部政务办公室的主任，创新纪录。由政见将领的即将国防部的大总管，求学的时阵得到因老母来台湾，自迄当阵就开始要将军，对军方媒体基层记者开始做，一路升到将领。这几年担任发言人，接受总统府方面甲军方的信赖。这边得到国防部长郭立雄的提拔，小反共技术怎么变做部长上重要的助手。我的母亲在过世之前，还在提醒我。要对国家忠诚，要做事情，要认真的去做事情，要去尽自己的本分。那这一些，我相信是在军旅生涯的历练过程当中，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。因那新高校长要焦点，雷永琪正做陆军官校女性正期毕业生第1位将官，创新的纪录。也和女性现役将领的人数维持在4个。雷永琪之前伫咧驻甸部队经历过，有丰富经验。这边接国防部通知处长室的治安，也个网络攻击的警备处处长。面对中共加大对台湾网络攻击的力量，也考验以安怎强化国军治安防护，反制强军的威胁。强化我们的资讯安全的一个能量，加强监控的一个机制并且进行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，落实保卫国防安全的核心价值，加强保防安全工作。赖总统伫咧致辞时阵讲，台湾面临着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，中共不断地利用各种渗透的行为，想要窃取咱国的国防机密，所以就要加强保防安全的工作，也勉励在场的将领。唔通够用以前的惯性思维，要用国家另外创新的思维来增强整体的国防实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